將會睇呢就係 B 組嘅賽事，將會由南非對美國。咁啊，南非呢1號有卓維，2號啊比士路，6號布朗，9號啊迪波特，10號嘅艾菲卡，11號嘅迪比拿亞，12號嘅斯摩史密夫啊。咁啊，美國隊啦，2號嘅巴利法奧啊，3號嘅法魯達路，4號嘅沙朗，5號嘅泰斯特，6號嘅泰比利奧，10號嘅伊路沙，11號嘅侯利啊。喺在嘅比賽啊，咁啊美國隊第一場呢就以5比29啊輸咗比啦，就係紐西蘭。咁啊南非呢就以10比0呢就係險勝威爾士。好啦，見到兩隊呢就係出場啦。咁啊白衫嘅呢就係美國隊啦，南非呢就係傳統嘅綠色。佢係球證係英格蘭嘅。奇亞斯。咁啊 E 組嘅種子隊呢，咁首名種子隊就係紐西蘭隊啦。咁啊美國隊琴日對完㗎啦。咁啊南非其實對同紐西蘭呢都希望可以喺 B 組裏邊呢就可以首名種子呢就係入到去8強嘅賽事嘅。咁啊，南非隊咧就係雖然佢哋係一支唔係職業嘅球隊，但係咧佢哋喺09年呢係曾經咧係問鼎過呢個世界七人欖球巡迴賽嘅總冠軍㗎嚇。咁啊，舊年呢，南非咧就係以26比19擊敗咗澳洲咧，攞到銀碟嘅冠軍。而目前呢，佢哋喺積分榜咧就係有76分排喺第3位，成績都相當唔錯㗎。咁雖然呢，佢哋咧就未攞過啊，係啊，有啲可惜啊，嘅冠軍啊。因為其實即係南非隊都可以叫做話係其中幾支強隊嘅之一啦。咁啊有啲可惜，咁啊仲未攞到呢就係分站嘅冠軍。其實喺南非站呢，佢哋好有機會㗎，真係喺決賽呢就係輸波。鏡頭嘅美國隊嘅教練啊馬格比。比賽啱啱開始啦，咁啊美國隊有個失誤㗎啦，得啊南非嘅控球權，傳咗出去俾佢哋邊鋒球員啊斯摩史密夫，一個地上嘅真球，要打翻出去大邊啦，冇錯啦，呢邊3個球員就係等緊佢啊，卓維做咗個較剪俾咗迪比拿亞，俾翻呢就係比士路啊，都係去唔到。嘅進攻嘅控制得唔錯啊！南非隊冇錯啦，好簡單、好典型嘅七人賽嘅比賽啊！入波嘅係斯摩史密夫啊！見到南非隊控制比賽嘅節奏呢，就係控制得相當之好啊！咁啊，史密夫呢係第1個達陣，好開心啊！見到一開波啊，咁啊美國隊有個失誤。呢邊呢南非隊嘅球員呢，就係喺左右兩邊呢，就係開弓啦。咁啊打完左邊打右邊。呢邊呢麥卡菲其實傳個波啊唔係傳得咁靚嘅，咁但係好在啊斯摩史密夫呢都冇問題啊。附加踢球唔入，為南非呢就係以5比0領先啊。美國隊方面呢，過往喺86、88同埋01年呢，曾經3次呢係贏得呢個銀碟嘅賽事嘅。不過呢，已經係11年前啦，咁所以呢，佢哋現時啊嗰個水準係點呢？嗱，舊年呢，佢哋喺銀碗嘅4強呢，就12比14啊，係輸咗俾日本嘅。個開波啊做得唔錯嘅，頭先南非隊咁啊，但係點知呢？自己隊友拍俾去球員嘅時候呢，就向前拍波，即係向前傳球啦。美國隊嘅控球權啦，今場比賽第一次啊，去到中方嘅位置啊，俾南非隊呢截停咗，地上一爭球，咁啊落咗地下，咁啊因為呢。
美國隊帶波進入啊，但係個波咧就出唔翻去，咁所以咧鬥牛咧控球權係屬於南非隊嘅。做得唔錯啊，因為南非隊咧喺個防守方面咧死都唔俾啊美國隊就係落地將個波放出去，個策略做得唔錯啊。麥加菲又係俾咗佢啊史密夫啊，一個對一個，今次過唔到啦。呢邊有4失誤嘅，但係唔緊要啊，南非隊繼續控球權，爭啲過到防守線㗎啦。球證吹罰啊，美國隊啊越位在先，呢個嘅假傳真係呃到喎，迪比拿地上真球啦，喺右手邊，睇下球證會唔會吹罰美國隊呢？就係越位，球證示意呢，就係比賽繼續啊。應該咧就會打翻大邊，但係細邊位咧有位南非嘅球員就係企咗喺度。終於球證吹罰咗啦，美國隊嘅球員犯規啊！南非隊係罰球，睇下會點樣炮製啦，會唔會踢出界呢？定係咧就係打出去大邊呢？個開波，首先呢就係做個假剪，傳咗出去大邊，俾咗佢哋中鋒嘅球員。最後咧就係傳咗俾阿斯摩史密夫啊，又係一個對一個，過唔到，細邊有人嘅，但係唔俾啊。麥卡菲過咗2個嘅美國隊球員啦，應該盡快要傳出去右手邊啦。但係南非隊都係打個短波，最尾咧就係俾咗迪比拿啊。咁啊，雖然係入球啊，但係見到南非隊喺呢個進攻方面咧就比較辛苦啲啊。個節奏咧可能就俾美國隊嘅防守就影響到。巡迴賽嘅第3個嘅達陣啦。其實咧就係南非隊如果轉為咧就係打短波嘅打法咧，就係體能咧會相對嚟講就係比較快啲下降嘅。其實見到咧麥卡菲10號嘅呢位球員啊，都想入波㗎啦，但都做唔到。最後咧就係俾咗迪比拿啊，比較唔係幾打得舒服嘅打法啊。咁啊睇下南非隊會唔會攞翻自己嘅節奏啦。南非以10-0領先。南非開球，開咗一個好高嘅中圈波。球證吹罰向前跌波。美國隊嘅控球權，時間仲有20零秒嘅啫，上半場。我睇美國隊可唔可以上半場咧就係追翻一個達陣啊！中間呢個切入做得相當唔錯，地上真球。美國隊繼續進攻啊，4個就係打3個，傳咗出去，出邊仲有一位球員，但係佢唔傳啦，就係打翻去左手邊啊！呢邊咧就係俾南非隊咧就係睇實咗啦，有希望咧就係睇下可唔可以 hold 住到個波啊南非隊，但係今次又唔成功啦，都係成功喎。又係咧就係美國隊帶入個波啊，點知咧就係個波出唔到，所以咧變相鬥牛咧就係南非隊嘅控球。咁啊球證亦都吹完咗上半場嘅比賽啦。咁南非咧上半場係10-0領先美國隊嘅。我哋繼續翻嚟咧，就係睇美國對南非呢一場賽事㗎。咁啊，南非咧喺上半場咧10-0咧係2個達陣咧係領先美國。下半場嘅比賽開始由美國隊嘅着白色衫開波，
哇！個接球做得好好喎。呢邊咧都見到啦，南非隊嘅球員咧就一路頂住佢。咁啊睇翻慢鏡，呢邊就接得實㗎啦。咁啊，但係又落唔翻嚟，咁啊好似舉重選手咁啊！呢個動作咧真係有少少危險啊！好容易咧，即係好似不倒翁咁向後翻。咁啊，其實控球權咧都係喺南非隊啊。咁啊，球證吹停咗一場比賽，咁啊由鬥牛咧就係重新再開始過。球證吹犯美國隊嘅犯規啊，一個自由球咧就係俾咗南非隊，除咗吹俾阿史密夫啊，咁就跳數啦，向前跌咗波。俾得益㗎，咁啊，但係因為咧就係冇乜着數啊，美國隊。頭先嗰個動作都見到啊，南非隊嘅球員都暴大力雄啊，而且兵行險着。咁呢位南非嘅教練係道爾，咁啊帶領南非隊好多年㗎啦，好出色嘅一位教練。咁啊，南非隊啊，在陣呢亦都有係職級球員啦，艾菲卡啦喺10號嘅。其實咧，即係如果以我哋睇咗咁多年咧，即係分析嚟睇咧，其實南非咧都係以10-0就贏咗威爾斯。咁啊，今日咧亦都係領先緊10-0。咁啊，即係代表佢哋嘅附加踢球咧就未入過喎。今屆喺香港嘅比賽啊，真係好心水清喎。咁啊，要加把勁啦！即係如果唯一可以批評嘅就係代表佢哋入球嘅位置唔係咁好啦。咁又或者佢係踢球嘅球員咧嘅狀態唔係咁好啊。咁啊，始終係一支業餘嘅球隊啦，好難咧就係話每一種微技術咧都係調得咁正嘅。咁你話喺僅有嘅公餘嘅時間去練習咧，練邊樣好咧，真係樣樣都咁重要。見到啦，今場比賽第3次啊，南非隊呢個戰術咧就相當成功啊！就係美國隊嘅球員咧嚟到嘅時候咧，攬住佢唔俾佢落地啊！咁啊，令到咧就係球證咧就係吹罰。第3次成功啊！呢個嘅戰術啊，南非隊。呢邊美國隊有個調動啊，7號嘅球員啊馬奧拿入替。咁啊，南非方面咧6號嘅布朗啊，而家睇睇點先喺場上邊。可能撞一撞親啊啫，咁啊睇翻慢鏡睇下有啲乜嘢情況啦。可能落地嘅時候咧就困一困到啊。冇事繼續。美國隊控球，除咗出去大邊，馬奧拿啱啱入替嘅球員啊，好氣好力啊！真係咧就係俾佢過到喎，一個對住一個過到啊！但係後邊南非隊嘅防守球員埋嚟追翻啊！呢邊要盡快將個波傳出去大邊啊！但係球證咧就係吹罰咗美國隊有個罰球，呢邊唔理啦，直接咧就係將個波帶入底線。美國咧係追翻一個 try 啦，而家入波嘅係美國隊嘅隊長啊，杜魯特路啊。呢邊啱啱出嚟嘅馬奧拿真係要讚一讚佢啦，帶住波啊長推直進。個波落地啊做得相當唔錯啊，咁啊但係因為球證吹罰咗南非隊嘅罰球。咁啊，隊長亦都趁住呢個機會啊，殺進成功。冇加隻球入埋喎，有啲危機啦。咁啊，時間仲有3分鐘，而家比數咧就係10-7啊，南非係領先3分嘅啫。3分鐘啊！如果真係要進取嘅話咧，分分鐘咧可以有2個 try 都做到喎。如果而家南非隊就攞到一個達陣咧，就會比較保險啲啊。6號嘅布朗啊，呢邊真係出到嚟，哎呀，爭少偷到啊！美國隊向前接波，球證俾人得益，麥卡菲係時候要做啲嘢啦。
咧曾經係南非嘅最佳球員。咁啊，今年會唔會得選呢？獲選呢？呢邊啊，阿隊長布朗咧，其實係撕破咗美國隊嘅防守線。呢邊啊，美國隊想去偷啊，咁啊向前跌波，咁最後咧，艾菲卡啊執到。艾菲卡好似成場都冇乜提佢個名咁啊。係好靜啊，咁但係咧就黐服喺你不經不覺之中咧，佢就會飆出嚟㗎，而且速度好快。呢球嘅附加踢球都係唔入喎。咁但係咧一個嘅達陣咧，可以令到南非咧而家拉開嘅比數咧15-7啊。咁啊下半場咧剩翻咧就係差唔多分半鐘嘅時間啦。穩陣啲啊！咁啊南非隊啊，就算美國隊追到一個嘅 full try 咧，都係7分，都係14分。即係美國隊起碼要有2個嘅達陣。南非隊咧就係偷到波啊，再出一個越踢。呢邊大家鬥快嘅啫，係追唔追到啊？應該就美國隊就係快啲啦。22米嘅反攻球啊！嘅決定都做得相當唔錯啊！踢下個波上前邊，亦都可以嘥下時間啊！自己領前緊啊，係咪？咁啊時間咧仲有40秒。22米嘅反攻球開出嚟，俾翻南非隊。艾菲卡大邊仲有一個，但係俾唔到啦，一樣都係佢啊！傳咗出去大邊，睇見佢做啲嘢咧，即係艾菲卡好似今日都唔係好上力咁，向前跌波啦。時間冇晒啊，咁但係因為咧喺個時間完之前咧，球證就係吹停咗個比賽。咁所以咧，一樣都要開埋1球。美國隊應該唔會放棄㗎啦，因為就算輸咗一場比賽咧，都希望可以喺個得失球咧就係做得好啲啊。係因為就算佢哋而家達陣咧，只能夠攞翻7分㗎，咁即係話都係輸1分。咁睇下做唔做到啦？向前跌波啊，係啦，好明顯啊，依下。冇辦法啦，吹停咗啦。咁啊賽事係完場，南非咧係15